成個 spec 先呢把嘢，哇大到鏡頭影唔晒，擺低先，放低少少先。咁呢把嘢就因為2018呢個 CRKT 就開始轉佢哋用嘅 steel 啊，咁啊好多佢啲戶外刀同啲大把斬劈劈佢用一隻叫65mm 嘅一個 carbon steel， 即係就再唔係用翻嗰啲 AUS8啊咁嗰啲，即係佢之前好多都係用 AUS8啊，咁上一兩年就有時用啲國產鋼啊，嗰啲 MOV 嗰扎咁嘅嘢，咁啊把嘢就10寸半長啦，個 blade 10寸半，成把咧就近乎16寸咁長，咁16寸都 standard 嘅 Kukri size。